雅各書第3章，我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唔好按多人做教事，因為啲我哋做教事嘅，一定會被別人受較嚴嘅審判。我哋大家都常常有過失，那有人在言語上冇過失，佢就係一個完全嘅人，有法度控制佢嘅全身。我哋將馬含鐵綁在馬嘴底背，喊馬順服，就能控制其全身。你看，船雖然安泰，有本颱風吹得走，總係用其細細嘅船舵，就能控制其嘅方向，照舵工嘅意思行。像咁樣，山馬雖然輕細，總係會講大話。看啊，細細嘅火能燒嗆大大嘅森林，山馬像火一樣。在我哋嘅白體中，佢係罪惡嘅世界，會害我哋歸身打垃圾。佢會用對天有來嘅火來焚燒我哋人生嘅路程。人有辦法制服各種嘅走獸、飛禽、昆蟲、老水畜。事實上，各種嘅動物也已經被人制服了，總係無人能制服山馬，而係無法制服嘅惡物。充滿害死人嘅毒氣，我哋用山馬感謝主，我哋嘅天父，又用山馬祝主上帝就自家嘅形象所做出來嘅人，感謝老祝主全部對強壯罪出來。我嘅兄弟姊妹啊，這係千唔應該嘅。強則前人能同時用出甜水撈苦水嗎？我嘅兄弟姊妹啊，無花果樹會打橄欖嗎？葡萄樹也會打無花果嗎？鹹嘅泉水唔會流出甜水來。你哋中間有聰明智慧嘅人麼？那有，佢就應該用謙卑老智慧嘅好行為來表現佢當正嘅想法。你哋心中那有惡毒嘅嫉妒老自私，你哋就唔好再自誇老講話了。呢係叛逆真理嘅事，呢種嘅智慧唔係對天堂來嘅，係屬地嘅、屬情欲嘅、屬魔鬼嘅。乃會有嫉妒老自私，乃會就會有混亂老各種邪惡嘅行為。顛倒對當過來嘅智慧有幾樣特色，第一係純潔。然後係和平、溫和、好參詳，充滿慈悲，能結出豐富嘅善果，唔會偏心，也唔會虛假。促進和平嘅人，係用和平來為重，超疏割公義嘅果子。